普渡，海陆向下传奇，占日润。逐年求乐7月20，新妇变了年民庙，都有期盼普渡法会，赐台主做台戏。各庄头都来普渡祭拜移民热热，来看闹热嘅人，人山人海，烏馬爭得，佔人都唔過，變順嘅定過，有2-3盞6個，定過是向各頭為能。除了做法事嘅和尚，其他嘅人日開做唔得行落去。和尚坐度定過下，眾人袈裟卡記石床，面前表彰寫作語，當背表本經書。法會開始後，和尚上經，幾本經書上貼，為法當求時間。我家公後生時，老人做청년，後生跳舞，唔講信，唔講鬼，其實唐人講，轉落。定過下上經嘅和尚袈裟地圖時，看得幾多？既然上去看看那就普渡和尚上經，做唔得聽該隻事件，偷偷轉落和尚袈裟地圖時，過後，佢老人講。佢轉落和尚袈裟以後，看到2萬多嘅鬼，該鬼大概是咪上冊過天天，人多，鬼將人丟多，專門度人碰度，轉來轉去，有的冇頭腦，有的是穿日隻手。然後講是日隻腳，有的冇手又冇腳嘅長長氣，該的鬼大概見頭都有日記相似骨，從膽肝讓開能，日頭日亮咪，唐和尚講，該日亮咪。從愛的人間日落咪暗多，該兩粒咪就是兩台咪落嚟，該係日則鬼人間嘅糧食。又講鬼是吸收咪嘅香氣天天，故所以講本鬼吸收香氣嗰個咪，煮味冇味。有個當腳手手貼，手長樹根係木貼，該條樹兩下半就為是貼，有長牙線根係手貼，該個牙齒唔是結構就冇用嚟重用。香港頭擺上去唔係剁手剁腳，就係剁頭腦。所以移民廟看到嘅鬼，全係上去屍體嘅人，長為冇手冇腳冇頭腦。頭擺普渡時，祭拜嘅大體係主讓唔生好多，現下見來見到用米做嘅台主，事實上都係咁樣。該係乃唔好嘅事情啊！唔知移民廟奉祀嘅生命，識得慣麼？